这次的秘密任务是要帮其他3个人擦防晒乳，是在趁着游泳池玩水完之后，我看他们身上的防晒应该都被水冲掉了，我想说这是个好时机。那你要不要喷？我还没看到后面坐。会不会太近了啦？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的任务是偷拍所有人的牙眼的照片，我都是在那种合照的时候拍，都是多拍几张。像昨天要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说来拍一张怎么讲全家福吗？对，反正就全家福。所以然后黄星赫这样起来，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得拍到，其实蛮好玩的。这一次收到秘密任务是帮他们3个人按摩。我帮硕婷按摩的时候，好像是在游泳的时候；帮郑浩按摩的时候是在吃早餐的时候。哦，怎么样？太舒服，太大力吗？还行。好。吃啊，把这个吃掉。审卷目前还没有机会，但是等一下的活动我应该会想办法完成。哎呦，白痴吓死了！秘密任务成功，成功！哦，你要帮我按摩是吗？帮大家。这次的秘密任务，我是要帮每个人整理头发，但是我昨天玩得太开心，我完全忘记，我好像我印象我好像没有帮半个人，就连郑浩我都没有帮他整理过头发，我真的完全忘记了。所以，请问是有什么惩罚吗？哦，是可以的吗？硕婷，我看一下你，你这边有一点乱掉了。OK， 这样完美。你想干嘛？这样完美。我看一下你的头发，不用看。哎，白痴真的乱掉了，你的刘海真的乱了。怎样？真的乱了。对啊。真的乱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想要偷偷完成你的任务是吗？哦呀，不是头发，不然嘞？是那个睫毛那边不能乱掉。我帮你看你睫毛有没有那个。嘿。对哦。你的头发乱，我帮你整理。很危险。刚那样子不整理就算，你的头发也很乱啊，乱到。哎，星河，头发这边整个都是哎，我帮你用一下。好了。来，最后说一下你们的今天的秘密任务最后都怎么样啦？都完成我觉得你很阴险，什么啦？就是他们这边都是比较阴险的。因为我本来就不小心提前知道他秘密任务是什么，所以我就很警戒，不给他碰我头发。然后刚才打水弹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头发上有水弹，然后我就放松警戒一下给他用。然后他用到一半，我才突然想到，这就是你知道强的地方。啊，我们默默的秘密任务完成了。Yes。你是不是没有接好我？我有接到了，只是手滑掉一点。手滑掉你还敢说？摄影刚为什么不接我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那也可以不要压这种大力。然后你肩膀晒伤，你看得太大只了。你刚下来就是一个拔山倒树而来，这是一个陨石吗？对，就是一个陨石要掉下来，我不敢接。那你要补偿一下吗？不用补偿。听一下。开玩笑的。哎，现在这个。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，到存在的定义。I can't forget your face,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, slow motion. 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就你刚刚练的怎么样？昨晚上浪漫。我们晚上的演唱会筹备，刚刚有点小紧张啊。不会啊，可以。这样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排到你？我们还是其实超暗的。我不知道哎。
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。我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心里想一首歌，然后等一下唱出来，会不会一样？难度太高了吧？对啊，先讲老歌，好老歌现在歌。现在的歌。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应该知道我在想哪一首。副歌，预备，开始。如果可以，我是想我要唱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我们 key 不一样。顽固跟世界对峙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会再爱一次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好了，我们到了 ，OK。哪有人半夜起来尿尿的啊？录得到。你除非怕去厕所哈，被发现。我只是不知道厕所在哪里。最好是我们今天去那么多遍了，是你带我去的。你去尿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然后我怎么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没有？哎呦，螳螂啦！你去这样我那一间嘛？我被吓醒了，我要怎么睡觉？你要拍我走进哪一间就对了。对，我要拍你走进去。开始我，快点啊！快点去尿。也不能离我太远了。好啦，快点去啊！我觉得我睡不回去了。刚刚被那个螳螂吓了吓，我要睡觉。他突然就砰！不会了，今天很累了，你这样就可以睡觉。需要再拉我棉被了，拜托。我哪有拉啦？很冷。我哪有拉？没有吗？我有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拉。我假设你有拉，你上次就拉得很严重。你说你上次去我家的，你是前对我上次是你的，你是前科犯，还是累犯？好像照不到什么对啊，好了，算了，那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了。我们要不要盖起来这样 ？OK， 明天见。来玩一个游戏叫做靠背画家，谁猜出来谁就是最靠背的那个。没问题。什么东西？对。画很简单。啊？好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太多了，记不住。太多什么？太多笔画了。太多笔画，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哎。正方形。等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太快了。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重画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画慢一点，至少让沈俊可以猜。哦，对，所以他比你聪明。他一定比我聪明啊。好，开始了。一个正方形，一个长方形。嗯哼。车子哦。什么？嗯哼。好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提示。别再加了啦！什么啊？你加了什我么这？边有感受到一点东西啊。你加了什么？先沈俊猜啊。可以提示一下吗？不然这个完全……一种家具。哦，家具哦，沙发。有家具。家具，衣柜。这不是马桶。不是。好，我再给一个提示，然后最后一次机会。好。哎，你电器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冰箱。哦，不是。好，你画我。我觉得是我画的方式太好了。太大了吧？嗯哼。是这样没错，是这样。有人加的蛮大的。看我的画这么慢。哎，你为什么知道？什么？你猜到？猜到啊。哦。他也看不出来。我知道是什么，哎，可是刚刚我感你在画什么啊？我感受到的是这样哎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它太像冰箱了。就是一个层级。数到3，翻过来哦。1、
你没有，你要分3。哦，你是这样画啊？你画的是比较近代的 television。所以是电视。可是我这个就很简洁有力，很好猜。我刚刚没有猜到电视吗？是哦。电视。拜拜拜拜拜。拜。